有请公子。见过母亲罢了，儿啊，眼看喜气临近，众位乡邻好友前来天香送礼，你快快更衣，随为娘前庭陪客。母亲，败家这门亲事还20难聪明。丫鬟有，快快与你家公子更衣，请公子更衣。下战。走。你枉读诗书少教训，且能轻易回回。败家女儿叫声娘，你是属心毒鸟根。门当户对父命，怎说不能？太成亲。母亲呐，他叫声满行不知理，无理真知不细问。母亲若是强一气，孩儿我困死书斋，永不出门。夫人息怒，夫人息怒。母亲息怒，母亲息怒。表少爷回府，公子，表少爷回府，快快有请。有请表少爷。啊嗨！桃李花开蝶双目，真乃表兄不逢春。侄儿怀才见过公母，罢了，公母为何唉声叹气呀？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，侄儿正为此事而来呀。你快快讲来。公母容禀。侄儿购物到府城，到府城。回来路过败家营，败家营。这街头巷尾齐议论，同家去个丧门星。你得怎讲？丧门星。你如实的讲来。公母容禀。准公母，你可别过节呀！青春慢慢说相亲，白寡妇喜了头风烈，善于万家有荣君。
我自剃刀衣，帅破银子4来亿。这样的媳妇娶到家，我的姑母啊，我妻子公婆也莫是女婿，到那时能后悔，可是来不及。母亲呐，死者等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女，孩儿情愿一死也不愿与他成婚。姑母，你看我家表兄要真是有个3长2短，到那时候恁老人家再后悔可来不及啦。依你之见，拜问不如一见，待这儿修书一封，亲自送往白家营，就说我家表兄身染重病，让那新娘子过府从妻，让那白小姐与我家表兄见上一面。如果相中，二话不说，短样迎娶。你的表兄如果相不中你，婚事已退了事儿，哎，只怕败家不远。这我早有安排。事到如今，权且由你。嘿嘿，姑母谈，姑母谈。哎，书童啊，哟，与外侧后这正事。一封休书送白府，我要会一会这白寡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房中打了一个盹儿，张灯结彩嫁闺女儿，宴请中把弦，让他们坐上位儿，推杯换盏多欢喜儿，嗨嗨那个呀还多欢喜儿。非是俺夸口吹大气儿，把他们只管得东倒西歪，醉入迷儿热美酒，清香可口真有味儿，越喝越觉得有精神儿，只不贪杯没在意儿，一跟头栽到那个山沟里儿。哎，这一下惊醒我这梦中人儿。就是高粱水儿，它是个好东西儿，能活血，能舒筋儿，能减乏，能提神儿。没遇中我就得4两半斤儿，晕晕乎乎像家鱼儿，你那样还像家鱼儿。想当年我随父经商，多神气儿，走南闯北，做生意儿，水海码头都出气儿。俺可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俺可是见过世面的人儿。我年近半百，母一子儿，身旁边就有一个叫闺女儿，叫闺女儿，叫闺女儿，叫闺女儿就是我的新鲜子儿。她想吃我给她山珍海味，她想喝我给她头端烟儿，想下海我给他烧龙鱼儿，想上天我给他拌皮子儿，适合穿戴随他的人儿，人成了一个怪脾气儿，怪脾气儿，啥关系儿？生得过门儿怕女婿儿，生得过门儿他怕女婿儿。
亲家派人前来下书，定有喜讯传来。站这儿，在。斟酒来，奶奶我饮酒看信，快点儿。啊，原来是我那妹婿身得重病，要我那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。这。怪不得青春无牙脚，世道临头我好心骄傲。这件事恐怕我难推掉。行吧，我给他来一个临阵出磨头。站住！奶奶，把酒摆在后堂，对那下属的演讲，就说奶奶我不在啊。小丫头，大门外等着我男人来，缺一个手工仆，难逃我不请自来。偷道菜给我个闭门羹，我定要会会吊装古怪的白奶奶。开门。家里没有人呐。没人儿，那你是谁呀？我就是我呗。哎，这是谁的花呀？不要我可走了啊！走了。哎，你给我出去！咦，你快点给我出去吧！出去！我要见见白奶奶。我家奶奶说了，她不在。哦，你家奶奶说了，她不在。哎呀，不是的，是她叫我这样说了。哦，是她让你这样说的呀。珍珠，哎，拿花来呀！来了，小丫头，里边何人呼唤？俺家小姐呀，唤你何事啊？给我要花的，快还我！哎，想要花不难，你请出白小姐，让我俩见上一面。这有何难？首饰啊，待俺给小姐梳洗打扮，只要你一声呼唤，小丫头，我呼唤啥呀？你就说童公子差人来见，哎，只需在门外偷看，可曾记下？站住！记下哎，呀，好一个刁钻古怪的白奶奶，她躲在后堂不出来，不怕你把我困门外，且看我见了小姐巧安排。喂，
那你就是白小姐吧？你啥时候带俺去啊？哦，马上就到婆家去。说去咱就去，走吧。哎，别慌哎，那恁妈也得去。叫他去干啥？又不是去他们。恁女婿有了病，请恁母女一同去冲喜。啥呀？我上恁家享福去，谁上恁家去聪明？恁女婿有了病，请恁母女一同探病去。啥呀？俺女婿病了。啊，病了。想俺了。哎，你先在这等着，我去呀，打扮去。去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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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。哎，你要是不等我，我打你2巴掌。等。250啥厉害？谁要是娶她，谁该在几万人？我要办到底。哎，你到底要干啥呀？小丫头，下属人要见白奶奶。可俺家奶奶说了，一律不见呐。那该咋办呢？是啊。夫人上来。喂，我要见白奶奶。俺家奶奶不在。我见白小姐也行啊。奶奶，走！你们2人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侄儿怀才见过拜母，到此作甚？前来下书。拿来啥？书信。这奶奶，没有书信，分明是假。珍珠在，宋科是。请吧。嘿，好你个小丫头！我是奉了姑母之命，一来下书，二来有好心献上。这下书是小，奉献好心是大。既然如此，我告辞了。慢，奶，哎呀，你这个死丫头，来了书信迟不交，这还了得？哦，徐公子，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，来了书信未禀我知，险些误了大事，你千万别生气。来，快坐。珍珠在看茶。是徐公子，你坐。坐。自己人别开气，小姿态来报消息。我表兄玉成有了病，请了母女探病去冲喜。
啊！哎，非是我说推此话，有件事情对你提。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，此卦有点儿不吉利。婚期前，闺女要是出门去，定然放肆他女婿。白母，你说你给那闺女算卦了？那算卦了不能去冲喜啊？去了还得放肆他女婿嘞。哎呀，白母啊，你给恁闺女算了卦，我给俺表兄请命去，咋真吃药都无效？他说是许的亲人去重庆，3天之内不见面。哎呀呀，我的白母啊，七窍流血，要命归西。你将此话当真？当真呐！可怜呐，可怜呐！白母，你可怜的什么呀？可怜我的妹婿身得重病，我那女儿又不能过府探病冲喜，连个孩子如此命苦，岂不是可怜呐？可怜呐！哎，可叹呐，可叹呐！哎，徐公子，你叹从何来？可叹我那表兄身染重病，一药无效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。倘若我家表兄一命身亡，这一来断了同辈两家的婚事，二来误了白小姐的终身，岂不是可叹呐，可叹呐！我是为俺妹婿着想啊，我是为白小姐打算。那这徐公子，你坐。我说东，他对个西，不知是真是假的。任凭他有千条计，我有我的老主意。公子，请你回去多备言，替我转告老亲戚，并非我不愿去冲喜，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啊！丈母娘可是疼女婿，白老婆果然了口子里讲，想把刀，此事若被他推了，我会不这样把才教。白母，你不去重庆，我知道你是想割袍断袖两绝交。既然如此，我告辞了。慢！白母，如今是贼进房，火上墙，病人躺在床，你不心急，我心慌。徐公子，不要着急，咱再商量商量嘛。你的心思我明白，明白何来？你是看我家表兄身染重病，一药无效，唯恐你那闺女过门冲喜，一旦不成，反落个望门守寡，故而想毁约退婚，是也不是？那这你不要这个那个，带我回去禀报姑母，把婚礼退还，也算成全你们白家，免除一个未过门的小寡妇。那有话快说，我还得赶快回去另选冲喜的新娘子呢。他口司里言把我逼，说的我张口无话提。童家是个高门第，可不能得罪这门亲戚，不如我先来个缓兵，然后我再另打主意。公子去冲喜也可
可以，还得给闺女做生意，这咋说也不能伤和气，咱还是一门这好亲戚。白母，你答应了？应允了。嘎子。珍珠，在送客是。